咁今年呢，我哋好開心呢，得到嘉利控股有限公司嘅資助啦。咁咧，其實我哋今年呢，就將成個嘅獎學金計劃呢係數碼化嘅。我哋成班嘅同事呢，係喺短期裏面呢睇咗超過180份嘅 application 嘅。今日呢，能夠得獎嘅中學同埋大學嘅組別嘅同學呢，你哋應該好為自己驕傲，因為呢，你係喺接近200個同學底下呢，係脫穎而出嘅。我好榮幸可以嚟到今日呢一個嘅頒獎典禮，同埋咧亦都好榮幸咧，嘉利集團咧支持咗 KYL 呢一個嘅獎學金嘅項目。咁因為我哋都見到咧呢個獎學金嘅項目咧係非常之特別嘅，同埋係絕對係香港絕無僅有嘅，支持緊一班好有能力同埋好有潛能嘅學生嘅。今日各位得獎者咧，你哋係絕對我每一位都深刻印象嘅，同埋都感動到我咧。其實你哋喺面對緊你哋自己嘅逆境嘅情況底下咧，都好努力咁樣去做緊你自己想做嘅嘢嘅。成個獎學金咧個理念咧點解會得出嚟咧？就因為我哋喺開頭嘅時候咧，見到好多嘅你哋嘅前人啊、師兄師姐咧，佢哋喺 Year 4嘅時候 Final Year 嘅時候咧，就拎住一份好空白嘅 CV 走過嚟揾我，就話：喂，點樣可以揾到份工啊？咁樣。我最頭赤嘅一個位置咧就係唔係 GPA 唔重要，成績好重要嘅，但係咧唔係你嘅全部，因為如果你哋去到大專，諗住點樣去再預備你嘅職業發展咧，其實咧喺社會上高能夠參與認識到我哋一班嘅師兄師姐，甚至係參與一啲嘅社會服務、義工活動，甚至係你哋嘅課外活動嘅發展咧，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所以我哋喺過往5年裏邊咧，好開心見到咧，我哋見到好多專業職業嘅殘疾運動員，一啲嘅藝術發展嘅表演者，音樂好高造詣嘅朋友，一啲社會創業嘅 SEN 嘅朋友，喺呢個獎學金裏面咧得到鼓勵，令到我哋可以攞到一個更加好嘅資源咧，去幫佢哋咧繼續去發展佢哋嘅職業同埋佢哋嘅興趣。